準備好啦嘛？嗯。放下屠刀，立地信耶穌。世事無絕對，只怕有頭緒。唔好咁啦，屋漏連夜雨，擔心你有事啊嘛。嗱，損人不利己，就不如跳井死啦。損人不利己，遲早冇好死啊！契爺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三級塵啊！你做啲嘢啦。你唔好再遲啲，留翻拜山先嚟啊！唉，狀元救老母，時間啱啱好啊！出得嚟行，預咗要還。我以前無惡不作，今日攞條命嚟搏。你須知道喎，忠忠直直，終須乞食。就算乞食，腰骨都要挺直。正所謂3、5、7萬當食餐飯，嚟借住2皮嘢嚟先啊！跟我揾食啊！保證你有衣食無憂，年年買洋樓，寫定辭職信，隨時跟我走。橋唔怕舊，最緊要受。上司屈你咩鑊，你爆佢大鑊。條女今日飛你，你聽日要佢兩地，得人因果唔使記，以怨報德，批到你。這本佛經你睇下啦，睇得多，兇狠都變立品啦，睇下。